所以这嘛是互我家己的训练，就是训练家己讲，家己想要做啥，都毋免想伤济。都亲像讲有一个人，伊若开始要离开这公司，要开始找工课，新的工课，伊就会专心去找。啊，原来公司别人安怎讲伊、伤伊，也无是啥物人讲做官，伊无做官，同事去变讲替搁升起哩，替头家升起哩。其实伊就白讲做有主讲，那会是别人，毋是我。若是讲伊即马有准备去投你一个代志，做专心。无就是讲，进前阮有一个同事，伊要去考公家的头路，所以伊来阮公司只是一个过渡尔。所以伊诚济代志，伊都袂讲去钱啊，无就袂讲去，就看做重，伊就袂。所以我今仔若是讲，我就是要好好学台语，我就毋免讲别人的意见看诚重。讲到这，我就我就想着早起的时阵，甲我做好坐伫我隔壁的同事，伊有问我呢，伊就讲：你为什物要学台语啊？台语看起来、听起来，听你安尼讲，应该是你要消失的语言呐。我有甲伊解释讲我若去学啥物阮同事有讲，你为什物不爱去选迄较大家拢伫用较主流、大家拢伫用较好用，会当可能会较恰当的语言。为什物要学台语安尼？我是有甲伊讲因为其他语言我就是做生分的嘛，听就听袂好势，所以就会无成就感。我是安尼甲伊讲，伊嘛听尔啦。我发现讲我有一个信任感，就是讲伊虽然安尼讲，但是伊哪有可能去主动我讲去学台语。我嘛因为甲伊较好，定定开讲，我嘛知影伊的人袂讲你学这无效，我就看你袂起，伊袂安尼，伊就会讲这人去学一个物件，伊去做这代志，只要好好做，就是一个体验，就是一个诚好的代志。因为我知伊的观念是安尼，所以我嘛袂讲做气的讲哪有无人了解我。这发现讲，这就是我变甲较有自信的一种现象。我变甲较有自信以后呢，有人就会甲我问讲你即马做这个代志是为什物爱做这看起来都不如你去做倒一项代志，某物代志安尼。一定有人有意见其实我嘛无需要讲，感觉讲有人甲我反对，我哪会遐可怜我就是要好好学去投入足侪时间足侪精神，哪会大家拢甲我泼冷水？我就袂安尼想，因为我会想讲，别人的意见是伊的意见伊哪有可能讲，为即马开始你不准讲台语？应该无这种人都毋是讲啥物垃圾话嘛毋是讲一寡无好的语言，甲人刺客互人诚袂爽快其实无只是讲我讲这语言可能讲无啥好势，有人会听较艰苦，有时阵若有人听无，伊就会就是会希望我减讲一几句无就是较无爱走来甲我参详代志。对我来讲嘛无差嘛，伊即摆的状况我嘛无需要讲，大家有啥物代志拢走来找我，无用迄赖来
拍字嘛会当啊，伊若真正足不爱听我讲台语嘛会使安尼啊。所以我变讲有学甲较自在、较自由、较有自信，就是别人的想法无法度讲甲我改变。别人想法伊嘛无啥物歹意啦，伊就讲讲的尔，我嘛都听听的尔。袂讲希望讲袂讲安尼，足简单就着伤。虽然有时阵可能嘛会啦，这加加减减嘛，因为我嘛是伫学习的过程，我学习讲对一寡代志就是较正面啦，我着想甲较正面，毋免甲想甲诚严重，无我定定有时阵就会进前我小煞就是无人看，我着家想甲足严重，讲哇，这谁啊辛苦拢无人看，我是毋是人生扣甲安怎安怎有诶无诶？其实嘛毋免啦，你真正讲小煞有人看，其实像迄社长啦，迄社长伊最近较罕写小说，伊即摆就开始写新诶。伊上赤页诶时阵，就是伊出迄本册诶时阵，有一本册伊迄个时阵伊家己印一寡册，然后卖互阮这网友嘛吼。迄个时阵是上赤页诶时阵，但是即摆嘛是会感觉讲，奇怪，这哪会逐家口味阁变啊？无就是讲我无法度想袂出来，讲爱安怎去写我诶故事，迄拢有可能啦。因拢有可能讲，因为伊以早有200个人、300个人去试展，伊即马迄个展就会使换做伊即马写小说写甲变甲足顺利。其实无啊，只会当证明讲，伊进前写诶小说，大家有介意合大家口味，就是安尼尔，毋免家看做全部。但是我知影我进前诶思想就是偏去，我真正是甲讲我小说无人试赞，无人爱看，这就是全世界，这就是我诶世界真悲哀，我这个人真悲哀。其实真正毋免啦，别人无介意看，嘛不要紧啊，反正我就是安尼写，我就是安尼写，人爱看无爱看，就是伊诶自由嘛。咱大家若较无爱看，我就可能就较无讲搁写第二篇啊，会安尼嘛会影响嘛。但是嘛不要紧啊，我会使去做别项代志。像即摆你看我去学台语练台语，我嘛想讲，其实我嘛是会当甲台语练个好啊。所以我无一定讲像进前讲去互主管欣赏，足想要互主管欣赏，做公司足重要诶干部，但是我无法度达成即个愿望。其实嘛不要紧啊，我会当做别项代志，所以我就甲以早想诶，伫脑中想诶小说迄一寡小说诶人物啦，阁有剧情啦，拢伫脑海内底，有写一寡草稿，我即摆就是趁迄时间，主管都无欣赏我真郁卒，想要做别项代志来互我莫一直想主管的代志。就趁迄时阵，我写一个足长的小说，嘛真好啊。我变讲，其实我20年拢无写小说，我会当证明讲，我即马宝刀还袂老哦。即摆小说虽然讲，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是真爱看，但是即摆时代都无共啊。而且我即摆甲我诶网友诶年岁嘛差诚济，
无人看的人少嘛不要紧啊，反正我就是甲写出来。写完以后，其实我嘛会使去练台语啊。以前台语就真袂顺，因为我就会用华语、北京语的方式去。我我思考内底就是敢若北京语尔，无台语的存在。我即马就是会练啦，嘛是练习啦。而且我阁去听一寡身心灵的课，就知影讲若较忧郁症的个性是安怎想的。其实这想法是家己会当去注意、去改变、去看，我摆即种方向。以早敢若会想讲去塞奶去，互别人计较真可怜，互别人同情，讲这人怀才不遇，真同情。我迄早敢若这种思想尔，即摆开始发现讲，无，其实安怎想是家己会当控制。所以即摆若发现讲我台语讲无啥好势，像即摆我用台语讲日记嘛，我可能进前讲啊搁较顺，哪会练习到即摆，较侪遐侪日记啊，遐侪工啊，遐侪摆啊，哪会颠倒讲听起来就无遐顺？其实即嘛不要紧啊，因为我就是一直伫练习嘛。那嘛有可能讲我的腔啊嘛无啥好势。有人可能讲外国人啊、香港人啊，无一定讲伊讲台语讲比我较好，嘛有可能。这世界本来啥物代志拢会发生嘛。但是我嘛毋免讲安尼就真艰苦，因为我发现讲，较忧郁症个性的人，伊就是会一直看着家己无好，家己不如别人的所在。但是，若是我会当看着讲，我比别人搁较好的所在，别人可能讲台语学台语真紧，讲甲真顺，这是伊的才调真好。我虽然无讲遐厉害，但是我可能会使用台语写台语的文章啊，像迄个我伫Clubhouse有一个台湾国的查某囡仔，伊就台文真好，但是伊无法度写文章，因为伊头壳内底就有一种主张，就希望讲袂烂着北京语的用法，但是伊就搁感觉家己做袂到，所以伊的台语嘛真好，台文搁考着高级的，颠倒无法度去用台文写文章。这嘛有可能啊。若像我若讲无啥好势，无一定我若搁练的，以后明年、明年搁会使用台语来写文章，因为我就无要无紧啊，就凊彩写啊，有难着无难着，反正就是我家己的文章、家己的作品啦。有人看无人看，其实不要紧啦。以早会想讲爱互别人需要我的物件，我这个人我的作品。即摆其实就是会家己看较重，就是我家己有一个表现，但是我表现是表现互家己看，证明我家己，但是毋是为着别人，伫别人面头前，伫别人的心内去证明我有偌够，无。我就是证明互家己看，无就是体验尔啦，就是像迄囡仔人啊、学生伊会去参加体验营嘛吼。体验营本来大家都袂想讲，爱做甲偌好咧，这都毋是食头路吼。所以人生我若家己当做是体验营，体验营内底就是看啥物人做。耍啊上欢喜，耍
每一个拢去算，拢去体验，吼。啊，若有一个人，伊着拢排顶重，伊着紧一项伊上高做的，做甲做好，但是伊自头到尾着敢若体验一项。我相信讲，若是会当讲，虽然拢做甲做甲无专业，但是拢去试看觅，这嘛是诚好的一种做法。